下一位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咁我對於即係民航處咧開呢個位啦，咁就首先包括佢個工作嘅範疇都係廣泛，而且都係重要未來嘅發展咧，我係即係基本上都支持嘅。咁亦都即係認同咧，就係即係民航處開呢個位嘅時候咧，儘管係一啲長期嘅工作，咁但係咧都係用一個比較審慎嘅有時限嘅即係嘅模式咧去開始住個工作先咧，我係認同嘅。咁喺呢度裏邊咧，特別我睇到咧就係呢個職位本身咧，佢有好多工作，其中一個咧就係專門係即係喺文件咁寫啦，三跑道系統啟用後咧，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嘅政策。咁固然咧，即係三跑道個系統使用之後咧，俾我哋香港有好多更加大嘅空間咧，係可以即係進一步發展更加多嘅航點啦，進一步鞏固甚至推廣我哋即係嗰個航空樞紐嘅地位啦。咁我想知道其實而家喺嗰個成個人力資源嘅配置上邊，我諗即係唔會淨係即係開呢個位先有一位即係副處長二嘅去做呢個推廣我哋嗰個航空樞紐地位嘅嗰個工作啦。咁呢方面係十分重要嘅工作嚟。我想知道下整體嗰個人力資源個配置係點樣用嘅？係啦，唔該主席。好多謝主席，好多謝議員嘅提問。冇錯嘅議員，其實咧喺成個擴大香港嗰個航空網絡方面咧，其實就唔係淨係民航處或者淨係副處長嘅工作。咁呢度咧，其實局方咧亦都係喺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咁其實喺局方裏邊咧，我哋都會係去負責去同其他嘅民航伙伴啦，傾一啲嘅航空協議啦。咁頭先副處長都有提過，就係喺傾呢個航空協議度咧，其實我哋係要有好多唔同嘅單位咧，就係參與其中嘅。咁包括係機管局啦，咁佢哋喺嗰個機場管理方面，佢哋會提供意見啦。咁另外民航處佢哋喺技術方面咧，亦都會協助局方咧係去進行呢啲嘅談判嘅。咁所以呢一個其實係幾方面嘅一齊嘅工作嚟嘅。明白嘅，即係呢個一定係多方合作啦，因為唔同嘅分工。咁但係如果就翻民航處本身嚟講，即係除咗即係唔會淨係得呢個位係做呢個工作嘅。如果唔係呢個係短期暫時性嘅工作，咁咪因為呢個本身應該係一個長期持久以恆嘅工作嚟㗎嘛。咁其實喺個內部嘅配置，民航處本身係點樣嘅安排嘅呢？係周生。多謝主席李議員，我哋不時咧都會檢視我哋嘅人手嘅需要啦。喺目前嚟講咧，我哋都係有一啲專組咧係協助係局方咧喺個航空服務協議嘅拓展啦，同埋我哋嘅航空時段嗰個分配咧，我哋係現時有一個專組係負責有關嘅工作。咁我哋都係剛才係局方所講啦，我哋都係會協作相關嘅單位係。尤其是而家咧，我哋知道咧係三跑落成後咧，係點樣將一啲高質素嘅航線同埋係高增值嘅服務咧，可以喺香港去推廣咧。我哋就除咗我哋本身嘅推動咧，都係會同其他持份者啦，包括係本地嘅航空公司一啲咧，係一齊去推動呢個工作，令到咧嗰個經濟嘅效益咧可以係得到嗰個滿足。我再跟進少少，主席唔好意思，因為我都完全明白嘅，亦都多謝兩位。因為我喺度諗嘅問題就係，即係推廣呢個航空航點，推動我哋嗰個航空樞紐係一個長期嘅工作嚟嘅。如果佢大部分嘅責任其實係落喺呢一個職位上邊嘅話，咁似乎如果咁樣咧，呢個職位就唔應該係一個有時效嘅職位嚟㗎咯喎。即係你話唔係，我係其實有一 team 人，可能亦都有其他職位嘅。咁呢個係即係加多一個位去支持呢個工作嘅，咁我哋可以理解。即係我純粹係從一個呢個工作本身係一個長期嘅工作，如果我哋純粹用一個即係有時效嘅崗位，能唔能夠應付得嚟咁解嘅意思啫？係咯，唔該主席。係啦，即係個問題好簡單嘅，點解會係 TAM 嘅咧？點解咁耐都仲係 TAM 嘅咧？係啊，多謝主席。其實都多謝議員嘅。其實頭先答陳議員個問題，我哋都有講過。咁就呢個職位咧，其實佢嗰個工作咧係繁重，同埋都有一部分係長期嘅。咁我哋都希望我哋嚟緊有2年，我哋就有一啲新嘅工作啦。例如頭先講低空經濟。咁我哋希望用2年嘅時間，我哋會睇一睇呢一個職位同埋再加上係佢嘅同事，即係佢嗰個團隊，我哋有冇需要係有一個整體嘅人手嗰個安排重新配置？咁我哋咧係會適時再翻嚟立法會咧，係向議員徵詢意見嘅。